嚟三藩市機場啊，好耐啦。今日過嚟行下夾下場啊，三藩市啊，三藩市國際機場啊。今日陽光燦爛啊！望到嗰邊山頭。國際機場啊，行下啦，都唔使過安檢添啊，任出任入啊！呢邊係聯合航空，哇！聯合航空啲櫃台幾多喎？機場啊！機樓啊，呢度啊，呢度候機樓呢度，睇下幾時又過嚟行下先啦。冇嚟好耐啦。呢邊國泰啊，夜晚機喎。呢邊係東方航空啊。嗰班係安檢啊，嗰邊啊，個排隊過安檢啊，嗰邊啊。萬市機場啊，入候機樓啊，唔使安檢啊。隨便入嚟參觀啊，冇安檢啊，冇安檢啊，保安都冇幾個啊。咁樣都得係嘛？安檢啊，搞安檢啊，等下，安檢。落車走啦，行兩步走人啦，夾完啦。呢個無人駕駛，呢個無人駕駛啦。今日睇下飛機啊，得閒啊！哇，聯合航空啊，三藩市國際機場啊，繁忙嘅三藩市國際機場啊，真係好繁忙啊！不過飛機唔係好多喎。呢邊就聯合航空，聯航空。